相傳喺紅船上面，詠春嘅祖先前輩因為地方淺窄，加上冇對手練習，而創造一個木人樁嘅練習方法嘅。師傅啊，唔知呢個傳說係咪真嘅呢？嗱，呢個傳說我都聽過，但據我嘅了解，傳統嘅木人樁係入地式嘅，即係喺地打一個窿，而將個樁種咗落個地嗰度。今日嘅掛牆式嘅樁係葉問嚟咗香港以後改良成掛牆式嘅木人樁。試問喺船上點能夠安咗一個入地式嘅木人樁呢？因為船一入地就會沉船，所以我估計喺船上安個木人樁並唔可靠。哦，原來係咁樣嘅。好啦，咁咧上一集咧，我哋睇咗第一節同第二節嘅木人樁嘅重點啦。今集咧，我哋睇下第三節嘞噃。師傅啊，想問下第三節嘅木人樁嘅動作同埋重點係點樣嘅咧？第三節嘅木人樁主要係兩個部分，前一個部分係拍手，我哋要注意拍手咧係用個腕力嚟拍，唔係咁揮動個手臂去拍。第二個咧有正身拍手，有側身拍手。正身拍手唔能夠轉馬嘅，因為一轉馬咧呢邊就空咗，容易受到對方嘅攻擊，所以要正身。側身拍樁咧就可以，因為呢邊冇敵人嘅。同時削入去嗰下咧就容易削到對方，所以側身拍手就一定要轉馬。第二個部分咧就係45度踢嗰隻腳。嗰隻腳咧，詠春嘅腳咧，主要係用腳踭去打對方，因為直接同個腳瓜有直接嘅聯繫，所以比較有力嘅。同時一定要度好嗰個位，嗰個位咧就隻腳能夠伸得直。若果隻腳伸打半唔夠位嘅咧，就發出唔到強大嘅力。好啦，聽完師傅講解之後咧，我哋一齊睇下第三節嘅動作嘅示範啦。內門拍手，最忌轉馬。拍手嘅時候，用手腕摁出去，保持返條中線。外門拍手需要轉馬，殺頸嗰下要沿住樁手殺出去，索落嚟嘅時候同埋打拳嘅時候需要轉返正身馬。低綁手
要配合轉馬，要走45度剎頸同埋吊馬。吊馬嘅原因就準備更有力去踢到對方，踢隻腳要用腳踭踢到目標。好啦，睇完第3節嘅示範之後咧，我哋再睇下第4節嘞噃。師傅啊，第4節嘅動作係點樣嘅咧？第4節亦都係有2個部分嘅，一個部分就推人，一個部分就係90度嘅踢腳。咁我練習嘅重點喺邊度咧？嗱，若果係推人咧，個動作咧，推人嚟講係比較危險嘅動作啦，因為第一轉咁你就會失咗平衡，向前衝，造成自己嘅危險啊！係喎，所以應該將個手指倒咗支，然後本力發擊。嚇，咁去推咧就減低自己嘅危險啦。點解要踢腳嗰下？點解要用90度咧？因為你唔夠90度，就只係踢到對面嘅膝頭。係。如果一到90度咧，就喺呢度較位度扔入去。因此嚟講咧，硬好馬力嗰個，你喺度一踩入去咧，咁佢都實要打到對方能夠使到佢跌到啦。所以要90度。好，咁我哋再睇下第4節嘅動作示範啦。雙攤走箍裝嘅時候，最重要係要埋踭，圈落嚟推裝，盡量使用滿力。喺內門攤出嚟嘅時候，需要褪咗佢先至能夠推得個樁，同樣係要使用滿力。呢一節手最緊要就走到90度，用腳踭打對方嘅膝頭。好啦，我哋睇完第3節同第4節嘅動作示範之後咧，
原來咧動作裏邊都係好巧妙同埋好多技巧喺裏面啦。阿師傅啊，唔知係要練得好嘅話，應該係點樣？有兩樣啊。第一樣最緊要勤力，越多練習，你動作做得越流暢，用起上嚟嘅時候就越快，越容易打到對方。係所以勤力係最重要嘅。第二樣咧？第二個咧都係只要準確。準確。咁呢兩樣係玩木人樁最重要嘅。原來係咁樣嘅。好啦，下一集我哋再睇下第5節同第6節嘅動作示範同埋師傅嘅講解啊。